今日我哋再講關於類風濕呢個疾病。其實呢個類風濕呢係一個好惡嘅疾病嚟嘅。就最近我接觸咗有3個女士，佢係已經係患咗類風濕過咗30年，個手指腳都全部攣晒，但係咧好幸運。佢有一個咧就冇打呢個生物針，就係使用一啲類固醇同抗癌藥。其他咧就打咗少少呢個生物針。咩叫生物針咧？呢個生物針咧其實咧就係非合成嘅藥物，叫做生物針，又係叫做天然或者係動物嘅嗰啲化學成分嚟㗎，唔係合成嘅。我呢度咧，我再討論關於呢個類風濕咧，就好多人咧就冇意識到佢嘅危險性。其實咧類風濕咧就係分分鐘會出現急劇嘅死亡個可能性嘅。假設話佢呢個病毒入到嗰個眼淚線咧，個眼淚線就阻塞，就冇眼淚水流出嚟。再轉移到假設佢呢個病毒入咗去個心臟嗰個血管裏邊嘅話咧，咁呢個血咧輸入去個心臟咧就必須停擺，因為佢冇血道就冇能量。假設佢入咗去嗰個神經線咧，更加嚴重。但係咧，我所知咧，類風濕入侵到個神經線嗰個病例我仲未見到，但係咧入侵咗其他器官造成呢個併發症咧就好多。舉個例子，佢係死急性嘅脾炎啦、肝啦、腎啦同肺同心臟。好多患者都冇意識到咩時候呢個病毒會入咗個心臟嗰度，係估唔到嘅。我所認識一個女士，呢個可能以前我都講過，佢就都唔係好大年紀，都係50歲。因為嗰個類風濕病毒入咗個心臟咧，突然間死亡嘅。作為患者嚟講，就本身唔係醫生，又唔識得藥物，唯一個可以去求救咧，就係專科醫生。呢個專科醫生咧，當然係屬於西藥、西醫嚟嘅。好多患者初期嗰陣時咧，佢冇任何呢一方面嘅知識，只係尋求醫院或者係尋求專科醫生。但係咧，如果話稍為問下呢個專科醫生，我呢個病咧有冇可能咧根治啊？我可以話俾你聽，100%嘅西醫生、專科醫生都話冇辦法，只可以維護咁樣維持住。假設你去問呢個專科醫生，你可唔可以檢查我嘅類風濕因子？我半年1年咧檢查一次，睇佢我個病嘅進展點樣。
我所知有3個專科醫生，呢個呢都係個病人話俾我聽嘅，就話冇咩必要啊，因為呢個類風濕因子呢係冇意義嘅。咁啊，除咗類風濕，咁有其他病人都會有呢個因子嘅喎，咁佢話咗俾病人聽，病人呢就以為佢係講老實話，其實呢度呢深藏有一啲令人呢唔可以理解嘅，就係因為西醫係佢冇能力去減低呢個類風濕因子。咩類風濕因子呢？呢個係一個指標，指示你嗰個類風濕個病個嚴重化，嗰個數字越高，咁就越係嚴重。如果話個數字呢喺20之下呢，咁嗰個醫生就認為你係已經康復㗎啦。呢個數字呢，對一個類風濕病人嚟講呢，佢係永遠上升，唔會下降嘅，係只係越嚟越嚴重嘅，好難嘅。我所知有啲病人呢，如果係個數字升到50呢，就非常之痛噶啦。有啲係甚至超過100幾百，甚至2000嘅。佢哋係非常之艱苦嘅，對嗰啲痛真係冇辦法嘅。呢個類風濕因子其實好重要嘅。你可以知道你個病嘅發展惡化到咩程度。呢度呢，我就提出一個令好多人感到可能唔舒服。既然呢西醫係冇辦法幫你把呢個類風濕因子壓到20，但係呢點解你咁迷信，堅持使用呢個西醫方法呢？西醫方法呢，佢所用嘅藥不外係類固醇、Panadol、甲胺蝶靈，有啲其他抗癌藥，好多抗癌藥可以使用嘅。呢啲藥呢，係咪真係可以維持呢？有啲抗癌藥呢，可以幫佢止痛，尤其是個生物針就可以維持冇咁痛。但係呢，好多病人就冇去，就疏忽冇去個網度查下，呢啲生物針嗰個副作用係乜嘢呢？嗰啲抗癌藥係乜嘢呢？好多人嘅病人都冇辦法去理會，所以呢個類風濕病人呢，只係話任由呢個醫生點去擺佈，點樣去處理。喺呢度我就提出，既然呢個西醫冇辦法，你應該尋求一啲中醫去治療。但係呢，我呢度我又冇辦法話俾你聽，所有中醫生佢都有辦法幫你治療，而且有啲中醫生所開出嘅中藥係有毒嘅。舉個例子就係類風騰，或者係馬兜鈴，或者係叫做昆明海棠，或者係捷風騰之類嗰啲嘢呢，都係會令到個腎崩潰嘅。係咪全世界咁多中醫生都揾到個呢？都唔係嘅，你都揾到一啲高級嘅中醫生都會幫你康復。既然呢你西冇辦法就揾中醫，中醫呢你又要去注佢係邊一類嘅中醫生，你可以問佢，你呢個藥係咪真係有冇辦法幫我康復？可以去質問佢，唔係因為佢自稱係中醫博士係清華大學畢業嘅唔使理佢，你直頭要問
因為咧生命係你嘅，佢係幫你，佢幫你治療咧，佢係應該有個責任，因為我俾錢你 ，OK？ 如果話係做個醫生，佢係為了揾錢，咁佢唔理你個生命點樣噶啦。咁我呢度我係提出嚟就係話，類風濕患者係開始嗰陣時咧係好容易根治嘅。你開始嗰陣時冷靜坐低，我應該點樣辦唔好咧迷信。既然西醫話俾你聽冇辦法根治啦，咁你點解又要由得佢去治理咧？俾嗰啲藥又冇辦法咧？好似個 Panadol 嗰啲類固醇，咁越食越多。我所認識一個咧係由一粒嘅甲胺蝶靈食到10粒，你話咧呢種西藥嗰種殺傷力，由一粒食到10粒，咁最後結局係乜嘢咧？係咪？我呢度咧，我提醒就係患者認真去考慮下，唔好咧盲目。呢個醫生唔得，你揾另外醫生；呢個方法唔得，揾另外個方法。OK？ 喺呢度我係好誠懇介紹你去揾一個產品，加拿大做嘅阿昌輝。呢個阿昌輝咧係可以幫到你康復嘅。就係時間性問題。我呢度咧，我就有個盒仔喺嗰度，你可以睇到。呢種產品咧係加拿大經過Health Canada 加拿大嘅衞生部批准去使用，完全係中藥嚟㗎。佢冇西藥，又冇動物成分嘅，係相當安全嘅。佢係空腹性嘅中藥嚟㗎，你不妨走入去阿昌輝.com裏邊咧去查，你可能咧查到好多資料。如果你真係查唔到，你去問佢類風濕初起咧就應該，我提議咧應該食呢個藥。有啲人咧聽講話咧係食12樽就全部好晒。但係咧，你如果唔食嘅話咧，有得惡化成3-4年，最後咧就死喺個併發症裏邊。我呢度點解咁重複呢個類風濕問題咧？我可以講俾你聽，香港700萬人口咧，700萬裏邊咧有7萬人係有類風濕嘅。中國咧有1500萬人有類風濕。完全冇藥可根治嘅。加拿大、美國好多，尤其是我哋中國有好多有類風濕病人，都尋求一啲根治性嘅藥物。你不妨咧使用呢個藥去根治佢，唔好令到佢咧惡化到唔知幾時佢入侵個心臟。多謝你收睇，就下一次我哋係講關於性功能對你個健康嘅重要性。